我们美国 UNA Art 联合国际艺术教育从2018年建校以来，连续多年升学率和名校录取率达到了100%。那么70%到80%的同学获得了高额甚至是全额的奖学金。但是2024年，也就是今年，获得奖学金的比例为100%，也有获得全额奖学金。那么怎样的原因或者说是特色有这样一个成绩呢？那么今天我来和大家分享其中之一，也就是我们学校的8到10门专业课。第一，素描，包括创意素描；第二，雕塑；第三，版画；第四，摄影；第五，版图画，也就是我们李校长的独门画派；第六，服装设计；第七，装置艺术；第八，建筑设计；第九，室内外设计；第10，色彩 acrylic oil painting。